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高高講學會。今日民主我來教大家做料理了，我來做兩個阿崩炒韭菜。先來學第一個單字，趕快來學到就是這個韭菜。韭菜的客家話呢就是韭菜，韭菜記得嘍。待會我們就要下鍋來炒嘍。首先呢，我要先把爆香的部分呢先加進去。這部分大家要記得哦，韭菜的地方，韭菜白跟韭菜綠的地方要把它分開。白的部分呢，我們就先一起來煸香。煸香的部分呢，決定一道菜的香氣。所以呢，當它味道跑出來，顏色變得有點金黃，接下來呢，我們就要把我們的阿峰放進去的哦。在等待的時間，教大家講一句客家話，這句話就是呢，鴨血炒韭菜非常下飯，就是阿旺啊炒韭菜凍茶盤，阿旺啊炒韭菜凍茶盤哦。今天呢，邀請到小小試吃員來品嘗看看，我們做這一道鴨血炒韭菜好不好吃？歡迎你們。請問你們是客家人嗎？不是，那我可不可以先教你講一個客家話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你知道這個筷子的客家話怎麼講嗎？不知道。它呢很特別哦，它跟中文很不像。筷子客家話叫做杵，沒錯。那這個鴨血客家話叫做阿峰，阿峰，好像在叫一個人，對不對？對，阿峰，沒有錯。還 OK 嗎？酸菜有點酸，對，因為酸菜其實也是客家的一個很傳統的一個菜色。所以放進來呢，就讓它更有客家風味，這樣子。喜歡嗎？還可以吼。我知道血的東西可能怕小朋友比較不愛吃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學這一道鴨血炒韭菜，很下飯也很下酒哦。當然嘍，認識新的詞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第一個詞就是韭菜，韭菜，韭菜。第二個呢就是筷子，杵，杵。第三個呢，我們來學到一整句話，來看這句話就是鴨血炒韭菜非常下飯，阿旺啊炒韭菜凍茶盤，阿旺啊炒韭菜凍茶盤。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動手做做看嘍，下次見，拜拜。